你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伫伊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信诗26首，请起立吟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启印。伫信息后壁面24篇，就是1041页。全地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懊恼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的圣殿的门，就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
上主至先，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煞到万代。请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地球和平万项好命的源头。阮要用欢喜的心踏入你的圣殿，阮要用嘴大声唱歌来学乐你。主啊，阮是你创造的，阮也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是阮一生上大祝福。阮知，阮坐，阮徛，阮的一切所做所行，你拢知。有时伫生活中拄着困苦的时，你就用正手引带阮行伫白塔畅快路；阮喙焦，你就互阮啉；阮破病，你就来医治阮，也常常享受你极大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当时阮真正有时啊，也有讲毋对话，也有做毋对代志。求主你赦免阮的过失，用你十字白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阮知你是智慧的源头，恳求主将智慧聪明授予互阮兄弟姊妹，互阮甲主有好的关系，诚做一个顺服的人，伫厝里诚做一个温柔，伫社会上诚做和平人民的人，来做光做盐，来荣光着主的名，吸引济济人归向主。主啊，你的信心开力，就甲阮的牧师同在，互伊今仔日所讲的道理大有开力，互听的人大大得到帮助。既然来到你面前的人，满满饱足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请咱来看报告。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迈日崭新的2025年，祝大家新年美梦成真，福杯满溢。今年主会主题就是激励信仰的生命，迈向家园丰盛。本会目标是恢复起初的疼，点导复兴的火。拄好台湾基督教会。宣告160周年，愿咱拢会讲，互教会诚侪台湾社会生命的灯塔。第二点，本主日本会国潮的咧举行元月庆生会，祝福各位寿星日增月盛，互福杯满溢。本会以全年的理念表达来祝福。第三点，本主日下晡3点半。召开社会份的定期中执会，地点伫沙楼会议室，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单位首长到东港列席。第四点，本会伫正月初9，就是拜四暗时8点，召开这2025年预算的会议，敬请这人员出席，就是咱的牧师。个于海平、方立忠、刘明清、丢乐，个陈学良技术、谢宝莲丢乐出纳来出席。第五点下晡下周日就是正月12为真道神学院主日欢迎秦明胜牧师，就是神学院的院长进来要来讲道。敬请搁兼敬拜兼募款，敬请兄弟姊妹备办心来奉献到台岛。第六点就是正月12礼拜下晡8点召开小会，敬请小会员准时参加。第七点小会公告，第一小点，本会伫下主日就是正月12到19上午9点到中昼11点半。有2礼拜伫教会办公室有举办2024年，就是财务检查检查人员有迄种谢水仙林永仁敬请单位财务人员爱配合上来检查。第二点，本会伫2月16，就是礼拜上午9点
举行2025年的定期好会，敬请单位即个施工甲财务报告一定爱到正月26前爱送到办公室，以便要印即个好会手册。第8点，2025年这严金师会当去办公室来购买一年度费用是400块第9点，本会2025年这奉献地这个名搁兼编号已经写了，拢有录伫迄个架内底写大家人会当去遐摕搁一个为要爱惜资源，毋通一直重复这个安尼摕当重复使用第3点，奉献征信，如果袂当写名，会当写号码，会当到办公室甲咱的干事配分来讲第2点具体消息，合作社伫正月19下晡2点半，伫本会这主堂召开这个点半起伫副堂报道，敬请社员踊跃出席。第2点，幼光幼幼园114年新增幼幼班的这个班请咱有2岁这个囡仔会当带来咱的教会会当来读搁会当甲咱厝边头尾会当来讲，会当招生来报名。第3点，儿童牧区伫即个114年2月初9暗时7点有举办这个新年才艺成果发表会地点伫即个主堂，欢迎有对乐器、跳舞的囡仔，搁个人团体伫本主日前会当用即个来报名搁欢迎鼓励即个咱的囡仔小朋友会当来参加第4点学生的牧区伫即个2月初5到2月初7举办怎样营会，欢迎小学5年以上到社青的青年以上报名，活动会当用即个来讲连线会当来查询教界社是车牧师。好，咱高雄中会95届第一次的会议伫过来正月初7拜二上午9点半伫凯旋教会召开。咱教会的代表会参加，请大家带到。第2就是即个都罗斯号旺普号即个货运船停到正月13伫即个宝尔码头，像这咱若要去参观的8月最后这1礼拜的时间会当去参观。今日咱要庆生感谢主看到这个叶青老师看伊遮久无转来，咱拍拍互伊再转来感谢主。通转来过年咱来迄个庆生咱也正月份的寿星正月出世的，是毋是？啥你对这位徛起来？1月份的寿星1月份的寿星，我袂少感谢主，咱来唱给祝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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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好，咱来为着咱的寿星来祈祷祝福。最后所感谢你赐予阮中间正月份的寿星，阮为着因的生日来向你感谢，感谢你，互因伫世间的日子得到你的救恩，搁会当得到你的保护，得到你的看顾。感谢主，互因伫一年的开始出世互因的生命，那甲像因的日子共款，因的日子安怎，因的快乐也是安怎。
因要迎接春天，互因的生命有若像春天才会欢喜，才会互万米拢会当得到成长会祝福拢到伫的身躯顶。主啊，互因所做的拢会当行行顺利，互因身躯勇健，互因的灵魂兴盛，互因的祈祷到主的面前，互因会当为着家庭，为着工作为着服侍为着因生命，因的渴望所摆列的祈祷，拢得到你感纳，互因美梦成真，互因福杯满溢。愿献上感谢、祝福、祈祷靠所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拍拍祝福因哈，拢有摕到哈。好，好。请咱来看圣经，今仔日有两个所在，一个是启示录哦，咱就先来看这启示录2章第4节到第5节，启示录第4节到第5节。若是我有所责备你的，就是你已经离开起头的痛，所以就记得你打落跋落来，就反悔来行你起头所行的。若无安尼，你若无反悔，我要到你遐刷你的灯台，离开伊的位。第2节，伫即个列王记上第18章37到39节。耶和华就听话，互即个国的百姓知你耶和华就是上帝。你互伊的心越倒转，耶和华的火就降落，一阵一阵烧伊的烧节，甲茶、甲酒、甲土，搁烧焦沟内的水，伫百姓看起就拍伫地里，讲耶和华是伊的上帝，耶和华伊是上帝，耶和华伊是上帝，上帝祝福伊的话。学了，请上念圣歌队。
功德，咱请咱的牧师，伊的题目是恢复起初的爱啊，点到复兴的火。感谢大家平安，大家彼此讲新年快乐。感谢主，上帝带咱会当平安进入新的年。咱上年圣歌对讲愿主赐福气予咱，予咱引带咱会当勇敢向前行，引带咱勇敢向前行。咱今年也是拄拄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告160周年。会记得当咧迎至150周年，万领10冬过去了，10冬过去。整个的世界变化真大，变化真大。咱若对迄个世界的变化的角度来看，其实2024年旧年我感觉就是一个转向年，转向。是安怎讲呢？世界差不多真侪民主的国家，我看一个专题报道用迄个语言就是讲向右转，向右转，向右转的向右转就是要转向嘛，不是向左转，向右转。这向右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规个世界过去拢向左转，向左转，一般讲这左派左倾较这个倒边这边的思想拢较离开上帝，拢较高举人拢较照人的意思即马无共款大家讲袂使啦，这个靠山山会崩啦，靠人人会倒啦，没影人外高啦，偌厉害啦，结果拢惨啦，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头一任的是讲要美国优先，要美国伟大无法到结束险用来看较早无啦，即马佫做总统。伊即马较谦卑枪支拍无死，即马知影讲生命上来留来伊即马讲迄个伊毋是美国的救主啦，耶稣基督才是美国的救主啦。变化足大呢，所以伊即马向右转，向右转。美国，咱世界阿根廷咱离咱足远的所以咱拢无啥知影。其实阿根廷是上早向右转。介成功这个总统即马是一个真向右转我袂当清楚，但是伊是上典型。即马刷落去，即马美国向右转，美国即马的价值无共款含川普都会讲上帝创造人咱就是有两性啦，男甲女啦。意思是讲，毋是恁咧讲的后男甲女毋正男毋正女后男后女分袂清楚就对啦。迄拢恁咧想的啦。上帝都无安尼甲你讲但是恁拢家己安尼去创造我搁甲会使选择我的性别。我即马要去变数，讲我即马是女的，我要来女的变数的。现我都查甫的，我要女的变数，你袂使甲我管。这个世界叫做因为人过头高举，过头自由，乱了套，所以即马咧向右转。这个自由主义过度就是放纵，所以即马专门甲讲保守主义啦，袂使讲保守，保守该用歹新保守主义，就是人较倒转来传统的价值，倒转来圣经的价值。搁刷落去会当观察的指标就是加拿大啦。加拿大选举你就知影讲到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因为向左转人到尾伤高举人权，人迄个讲迄药面会当做带女车，会当吹冷气，会当听音乐，这大家拢要来做药面的，代志拢免做这个政府已经行唔着路就对啦，这是咱会当看见。世界安尼转，亚洲嘛伫世界一部分。相信亚洲的民主国家若要搁一直向左转到尾百姓我来甲淘汰，一定爱向右转，爱倒转来甲上帝创造的
这个世间原来伊的设计伊的真理，婚姻、家庭上帝对圣经内面拢有真好的教示，但是人要偏离圣经上帝路，用别的神来代替神的代替上帝，伊的忧苦就哪加天啊！各位兄弟姊妹，咱伫新的年，你着爱会记得，咱毋通想挖靠家己，毋通挖靠家己的后，你着爱专心挖靠耶和华。伫所做的代志，通认定伊要指示你的路。这是感谢主咱伫这个去年的3月伫美国来一群的这个代祷者讲70个，真无简单的，伊嘛是拢咧代祷。邀请台湾的牧者代祷者21天的禁食祈祷，21天的禁食祈祷。迄个中间因对台湾祈祷对上帝领受3个心意。头一个就是讲爱恢复起头的疼，爱因为恁离开起头的疼，恁就爱倒转来，爱恢复起头的疼。我相信要恢复起头的疼，就是要来，互你迄个疼，搁一遍，搁迄个疼的火搁点倒起来，第二就是讲爱培养敬虔的那些年人的下一代啦，就是讲这个后一代爱，互伊会当像那些年人分别做圣，毋是甲这世间共款。咱今日教会若无后一代就无未来教会；若无后一代就无未来教会。第三个就是望台湾会当兴起，会当祝福列国的宣教的大军。上帝要互咱台湾会当日子好过，大家经济真好，毋是要互咱来吃花宴乐，要来像这个义务所的，这个老地界的教会要来感觉我好野，毋是。咱原来就爱来完成上帝互咱的使命。较出教会无正做传福音的教会，无正做宣教的教会，教会严格来讲，就是已经失去伊的价值，失去存在的价值。互其他的这个组织、其他的团体拢会当甲咱代替，但教会就是真正是一个传福音完成宣教大使命的团体。所以咱今年教会牧师写的目标就是伫这个所在迄个恢复起头的疼点倒复兴的火希望咱伫今年会当较济甲上帝对齐，互咱会当委身伫上帝的托付，来迎接复兴的临到完成伊的大使命所以今日牧师透过2段圣经，头一个要甲恁讲恢复这个起初的疼这个头拄读的圣经2章4节讲总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是你已经离开你起头的疼我要责备你，因为你离开起头的疼。这个起头的疼这个寇绍恩牧师的爸爸寇世元监督伫伊的解释内底讲这个希腊文这个起头的，就是上好的，就是原始的，就是头一届的，就是互主会当做头一位的。所以这个有所教会虽然伊有讲诚侪好处啦，你咧所做啦，你的落落啦，你的吞忍啦，你袂当忍受歹人啦，你会当分别迄个真假的使徒啦，你会当为主劳苦啦，你无野心啦，你遮的拢是诚好。好，不要紧但是你有一样歹，这样歹着你这好着拢去了这样歹是啥物？就是你离开起头的疼，离开起的头的疼，所以主着责备。兄弟姊妹，咱今日可能伫新的年嘛，搁一遍互咱思想
可能咱上大的欠缺，还是讲咱上大的亏欠，可能是咱离开起头的痛，离开起头的痛。咱有真侪优点，咱有真侪好处，咱有真侪值得学乐的，但是咱离开起头的痛，安尼吼是补袂转来，补袂转来，因为这个起头的痛就是主的痛，对主的痛，对主的痛。这无其他会当代替，这无其他会当代替。兄弟姊妹，你做真济，但是你失落对主的疼，这是袂当补转来。咱对上帝的疼，咱对上帝的忠心，咱对上帝的顺服，这拢袂当代替，拢袂当代替。阮之前读一本册叫做《活伫这个掠坎下面》迄内面咧讲哦，咱部分的顺服，毋是顺服，部分的顺服毋是顺服，咱敢若部分的疼，嘛毋是疼。上帝的疼是爱咱会当全心全意全性全力来听伊，咱就要专心来听伊。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伫这个新的年毋茫。这是主对咱的讲的，也是咱心中伫主的面前，互咱会当离开咱迄个起头的所行，咱才恢复倒转来。周信做牧师，伊今年也是、去年也是拢参加禁食祈祷会伊上大负担就是为了台湾祈祷，所以足侪代祷者斗阵祈祷。伫迄个祈祷的中间，有一个咱。听说教会原住民的牧师就是较早罗纳教会的退休的这个吴世武牧师伊传达信息嘛是咧讲，咱失落迄个起头的痛，所以咱就要悔改，咱就要倒转来。伊咧想讲到底伊咧讲这个信息是咧讲啥物？伊就祈祷圣经就提醒伊讲其实有时咱失去对主迄个起头的痛，常常是因为咱失去对人起头的痛，对人的痛。因为圣经内面讲你若袂当听迄个看会见的兄弟你讲你听上帝迄是假的，你就会当听迄个看会见的你的兄弟。所以，伊就伫祈祷中间想到伊的这老朋友啦，较早伫迄个校园团契斗阵服侍同工啦，想到讲因即日60冬来真正大家那甲启示了讲，无论咱的所行，咱的劳碌，咱的奔波，咱的吞忍，咱的迄个持守真理，咱为着主的名劳苦拖真济，但是上帝提醒伊讲，我是毋是失去？对这老同工、老朋友会疼我有咧搁咧关心的无？大家过去同工起头遐尼甜蜜遐动心，但是即马大家年老为了太太癌症咧治疗咧艰苦咱敢有小可起来关心者所以就开始想着讲我就要为因祈祷，我应该去甲因关心。兄弟姊妹，即个失落起头的疼有时是。虽然咱是好像是对主，其实是对人。当咱甲主的关系无遐好，无主的提醒，有时咱就已经失了对人的疼。上帝爱咱会当去听人，上帝会当爱咱去听伊所听的，上帝爱咱会当关心伊所关心的，上帝关心伫伊的百姓，上帝关心伫遐个。孤儿寡妇，上帝关心伫遐个姊妹社一个，上帝关心伫伊的教会。我最近读即个一篇文章就是迄个退伍牧团有拢有咧，即退伍牧者写文章有一篇是即个汤明忠牧师是伊本来恁到讲道汤牧师80几岁。但是我看伊写的文章特别感动，因为
80几岁，伊还阁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充满即个忧心甲关心，不讲忧心甲烦恼啦。那敢若长辈吼，假使今日事情也无足好势吼，烦恼，伊对着长老教会事情，我来烦恼，所以伊就写即个文章，伊感觉讲有几项吼，伊就是伫遐描写，提醒吼。头一项伊看见长老教会吼，这10几年来哪来哪老化，哪来哪短暂。伫较庄脚的所在吼，因为人才外流，所以无少年人干真正常。不过即马念伫市区因为即个少子化，生真少，结果拢是老人。少年人因为生活压力吼，拢顾袂用，是讲信仰的根基无在，不爱去做礼拜，所以讲伫教会内面吼，超过2/3拢60岁以上的老人。伊咧讲是真，咱教会无遐感觉遐老啦吼，袂像讲为后壁看去，大家拢头毛拢白苍苍吼，是无遐严重吼。第二个就是讲，若即个老化甲短暂吼，即个教会吼，因为老化的缘故，有时就咱若有愈有年纪，其实咱就是咱毋敢冒险，咱的思想会哪保守，第时代哪来哪袂着，这是真明显，这是真明显的代志。这个时代发展真紧对袂着歹对，所以拢无爱吼。所以因为安尼教会若是愈来愈对袂着时代，可能对这个时代的青年人上班族的，可能就无吸引力，哪流失。搁伫市区伊讲哦，可能大家拢生活好过但是对伫迄个市，伫咱的都市内面，搁伫遐基层咧拍拼的人伊着租厝，伊着爱做小生意，做方面，咱若对因拢失去迄个关怀，因较无可能入来教会。教会注重真侪节目，但是对人的灵命较欠少关心，所以这就是今日就是伫都市的教会，伫长老教会嘛是有老化、有断传的即款的挂路咯。对中级来看是安尼，可能咱中级若选当然即马有咧轮休咱若连选得连任，可能中级选了对伊无爱做，无可能地着做做足久。即马到老阿雄要讲要找人来接班我若找无人，因为即马确实咱长老教会，你着甲中级位的教会要接班就接袂起，就断产。可能连牧师的接班嘛接袂起，嘛有可能这牧师嘛是因为这个少子化，即马是人伊就要读要现今做牧者的嘛愈来愈少所以伫这个危机中间，伊足烦恼足烦恼咱这个要做中级的人，兼在过去少年的时阵父母拢爱因爱读册爱补习拢也无伫灵命追求即马教因要接到底因要接，因的信仰的根基有在无？因有法通来担这个担无？甚至假使若讲因的工作毋真好，真少人会当有迄个能力来承担这个中级的工作。伊要做一个中级，伊嘛得爱真正伫伊的婚姻、伫伊的家庭、伫伊的工作、伫伊的灵命各面，拢会当适合来承担。所以这个危机也是存在。伊佫讲，咱即马的青年人哪来哪少有真侪长老教会青年人开始流失足济，为教会已经无青年，嘛无主流感谢主，咱还佫有啦伊讲为专教为迄个国语组的教会可能语言的问题，但是毋是干那即个问题，甚至有真侪
人会当来关心，会当带领，互因愿意来到教会这也是今日教会所面对的难题咱的社会面对青年人都读较听教会咱拄到的困难也是遐大伊讲宣告150档了长老教会煞慢慢咧老化家己自我感觉良好啦，感觉都袂歹点仔麻痹因为教会每礼拜都那有人都有奉献，都有钱但是咱的教会确实有危机，是毋是会豆进入迄个新教会即款的命运啦礼拜堂去甲水，但是人愈来愈少对社会哪无影响力，所以咱免来来挽救即款的老化甲短暂的危机伊当然期待新人院啦，期待总会啦，期待什么但是事实上咱知影真正咱是爱祈祷上解要紧也是爱透过上帝的工人免来恢复起头的疼，恢复起头的疼，会当带领所有中职大家恢复起头的疼咱的兄弟姊妹恢复起头的疼。咱愿意搁一遍甲主建立好的关系，咱愿意搁一遍来回头来转向。我头拄仔讲咱过去离开去离开迄个主头一届会听，迄个上界好的迄个亲密的关系，咱即马得爱搁倒转去咱来回头倒转去。咱过去可能向左转，咱即马向右转，咱来倒转去。咱过去家较靠家己，咱即马咱得爱转向上帝，咱就转向上帝。那个这个以利亚讲伊这个百姓讲，只有耶和华是上帝，只有耶和华是上帝。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是对苏格兰的教会来，苏格兰的教会当时是一个真正上帝所束缚，有福音的能力，有宣教的这款的使命的教会。辉烈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对迄个 Thomas Chalmers， 伊原来是想讲要靠家己是讲利用教会伊会当伫大学的世界真有声望名利双收，但是上帝可以破病艰苦，伊认罪，伊悔改，伊错误的动机毋对，伊回头倒转来，所以上帝就互伊会当来起造这个自由教会。当时的这个英国的国教就是安怎变做一个组织性的教会、政治性的教会、文化性的教会。牧师那公务人员咱来礼拜都，我就是来礼拜，我爱来礼拜就礼拜，无爱礼拜自由。这个教会无人咧传福音，嘛毋知什么是传福音。这个 Thomas Chalmers 起造这自由教会，就是要成做传福音的教会。真做宣教的教会，所以当时19世纪派来亚洲、来中国、来台湾，咱的马家国医生、咱巴克的牧师、马街博士、南大斌医生，这拢是为苏格兰的自由教会所应用出来。因至少派来亚洲2000个宣教师，所以整个的宣教会当扩展，就是这个教会。其实咱爱祈祷，牧师感觉讲，咱起头恢复这个起头听什么意思？咱就是爱倒转来这个传统，当来这个苏格兰自由教会迄个起头，就是教会毋是迄个牧师由迄个英国的迄款的国王来任命，国家来控制。这个教会就是信仰的团体，这个教会就是传福音的团体，这个教会就是宣教的团体。所以，这是长老教会伫宣教160周年，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恢复迄个起头的听。可能早期的教会安怎将福音传到遮，咱也永远爱承担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咱甚至爱搁甲这个福音的使命传到搁较快的所在。第二，
咱应该爱点到复兴的火。出名的一个报道家叫做吕欧娜，这个报道家伊讲哦，今日的教会中间，迄个为主咧征战的人，若甲无事共款济吼，这个教会吼真紧就大复兴。意思是啥物？无事诚济啦，大家拢会晓出意见啦，但是为了主肯付出、肯征战的人就较少。吼，若是大家拢会晓想。拢会晓讲，但是行袂出来。咱若做会出来，我相信迄个复兴就临到。咱拢真渴望复兴临到，其实上帝比咱更加渴望。咱的圣经哦，撒迦利亚书8章20安尼讲哦，讲万军的耶和华你讲，我为着锡安极其热心我为火烈伊的对敌来发极大的生气。上帝对锡安哦，锡安就是咧上顶耶路撒冷，也是今日的教会。上帝对教会是真热心的，是真火热的咱今日读的圣经吼，中间有这个以利亚伫迄个时代，以利亚原来是一个先知当然伊就是为了上帝大发的心，看到整个国家大家离开上帝。大家去敬拜巴力，所以伊后就起来呼吁伊非常的热心，爱伊的百姓知影讲只有耶和华是上帝，所以伊甲巴力的先知吼850先知伫遐来斗力就是讲免来透过迄个祈祷，真正你若上帝会降落伫什么所在烧起。就是知影讲，耶和华真正是上帝，互伊的百姓会当了解。兄弟姊妹，咱拢毋茫有复兴会点到，这个复兴的会当然对天降到，对上帝来对上帝来那甲五旬节也是圣神的会点到伫这个门徒中间，这个复兴甲临到。咱若伫圣经记载伫出来记记3章20到60咧讲到耶和华对四辈中间来呼召摩西无论是以利亚、以利沙，上帝用火车火灭甲接去，还是用火车火灭甲包围，互伊知影耶和华甲伊三个彼得。今日新的约翰甲咱讲主耶稣基督来是要用圣神甲火甲咱洗礼，所以五旬节圣神的火降落，只有圣神的火降落伫咱内面，只有上帝充满伫咱内面，咱的心才会当火热起。保罗讲哦，就喺心内火热，常常服侍主。咱要来当火热，就是有圣神充满伫咱内面。使徒保罗甲提摩太讲哦，我要互你迄个借着这个正顶落换手伫你的顶面吼，迄个温树搁一边那个像火倒起来，你的温树那像火搁倒起来，就是讲你真正会当为着上帝来大发热心。兄弟姊妹，咱今日进入2025年，求上帝搁一遍来点到咱对主火热的心。虽然咱小小的火，但是小小的火嘛会互规片的这个树林来烧去吼。咱的籽虽然小小嘛才像火同款，嘛会带来真大的毁灭。所以咱要安怎会当真正有圣神的火伫咱内面，咱爱求主降落迄个复兴的火。那像以利亚求上帝降落迄个天顶的火来烧这个祭物甚至这个无论是迄个中间无论是这个烧者，无论是茶，无论是石头，无论是土、水沟、洞，拢烧打，才会摇降落炎热的火。感谢上帝，这个时代需要像以利亚的人对上帝忠心的人，会当起来为着这个时代来祈祷。以利亚伊是甲咱同款性情的人，但是透过以利亚伊的祈祷伊对上帝的火热忠心。所以上帝若甲伊做伙时，虽然伊是一个人，伊就变做做数人，因为上帝权能开得极大。兄弟姊妹，这个以利亚
心智能力，这是咱爱学习的。以利亚当伊甲主救的时阵，咱会当看见伊就是入去到迄个较温饱的所在，离归人群伫遐专心来寻求主的旨意。伊会当伫遐拍拜，伫遐祈祷伊祈祷咧，伊找落宝去看，虽然无落雨，看到那个一个手掌的云彩，伊就知影讲迄个雨要落来。咱就看见即个以利亚的信心，有信心的祈祷是大有功效。虽然咱拢是真普通、真平凡，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伫新的年，互咱搁恢复甲主的关系，互咱对主要看了即个时代的复兴，咱的心有感动，互咱会当有信心的祈祷。义人的祈祷所发出的气力是大有功效的。咱虽然像以利亚同款的性情，咱也会当为着台湾基督长教会的复兴来祈祷。伫16世纪有一个John Knox宗教改革者，加拿大的教会、马甲的教会啊，这是拢是为这个John Knox 伫迄个多伦多有一个 Knox College 有一个新学院伊伫16世纪，伊来模仿这个纳吉一个祈祷，讲向上帝呼叫，讲，互我苏格兰，互我苏格兰，无然，若无你就互我死。咱是讲，互我一个囝，互我一个囝，若无我就互我规矩就互我死。这个祈祷感动上帝，所以有带来苏格兰真大的复兴。所以咱的教会是为苏格兰的教会传来到台湾。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在日子宣告160周年的时，咱有种教会，咱这个标语就是恢复起头的听，点到复兴的火。戴牧师讲一句好，来恢复起头的听，点到复兴的火。望2026年，咱拢会当恢复起头的听。点到复兴的火，咱甲主较好的关系，咱嘛会当来服侍主，咱来陪一个初信的人，会当好读经祈祷，咱会当培养陪伴一个门徒，会当长大成熟，咱会当培养一个同工，会当真正献身来服侍主。我相信10当后，我相信你会看到极大的丰收。伫你的生命，伫你所做的工，伫咱的教会，参加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踏入2025年。主啊，阮伫新的年，阮拢期待有新的意向，有新的方向，有新的恩典、新的恩膏、新的恩宠充满着阮。主啊，阮透过你的话，互阮知影。阮会当恢复迄个起头的听，迄个上起头上原始，甲你迄个真单纯亲密的听。主啊，阮会当恢复倒转来。当阮会当真正甲你的听建立，阮才会当去听人，听你的教诲，听你所听。主啊，阮需要你，那个像以利亚。为了整个国家福音，伊伫迄个所在迫切拍拜向你求救的时，你会当降落天顶的火，充满伫迄个祭坛顶。主啊，当阮真正迫切向你恳求的时，求你迄个圣神的火充满伫阮，来烧倒阮的心，烧倒阮的教会，互阮会当看见因为即款的热心，阮欢喜来服侍你。阮会当陪伴做这个初信的人，阮会当带领遐个迷信的人，阮会当真正培养遐个要互你服侍、要互你采用的人。主啊，会当看见主啊，伫未来10当有更加大的复兴临到伫阮的中间，有更加水的果子显伫你的面前。主，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回应诗618首，请起立吟全首。兄弟姊妹，咱要公道啊！请咱为着咱伫新的年求上帝，互咱有咱所差的表来跑走，互咱会当恢复起头的疼，复兴的火搁一遍点倒伫咱咱也为着咱家己的工作，为着咱的家庭，为着教会，为着服侍献上大祷请咱也为着咱的新的年的目标，咱主求讨，特别长老教会160周年，求主搁一遍复兴长老教会，会当互长老教会会当恢复起头的疼会当成做一个有福音力、有宣教力的教会，来祝福伫台湾，甚至祝福整个的世界为着咱的国家会当这个政局会当稳定这所有的国政会当顺序行通咱为着无论是总统咱的5院的院长咱拢为着因祈祷特别咱也为着南韩伫混乱的中间求主帮助这个国家会当渐渐稳定，为着整个世界的和平来祈祷，为着美国新的总统的上任，毋望带来美国甲世界祝福来祈祷。咱也为着软弱的肢体、三体祈祷为着这个蔡明姐因为为楼梯摔落来受伤伫这个海总带院为着柯兆成即事已经手术了，倒来休养，为伊祈祷。为着属的姊妹还搁伫海总咧恢复中，咱也为伊祈祷。所以这伫癌症治疗中，还是年长的兄弟咱有甚物款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3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踏入新的年。主啊，阮恳求你赐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按照主爱因跑走的目标来跑走，无论是家庭，无论是职场，无论是教会服侍，主啊，
互阮会当尽阮应该尽的使命。主啊，阮毋是靠家己，原来是我靠你，更较侪我靠你。主啊，会当恢复起头，阮甲你迄个亲密的关系。你到阮会当搁恢复。主啊，你伫阮心中迄个热情。主啊，伫你托付阮的代志，阮会当前来跑走。主啊，所以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为着阮的国家，阮来你求讨，互所有的政局稳定，政务推动顺利，互所有这执政掌权者拢会当敬畏你。主啊，特别伫南韩也有政局混乱，因紧紧会当来进入稳定。主啊，为着美国的总统要上任，望互伊敬畏你，真正互伊所宣告的耶稣基督是美国的救主。主啊，会当耶稣基督是阮人类的救主，才会当互这个战争线，互这个艰苦离开，互和平会当临到。虽然说阮有做这个软弱的基地，有人病痛，愿你的关联，愿你医治的手骨，大关联的手骨伫你身躯顶做医治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做透棒的工作。主啊，互因得到勇敢。主啊，阮兄弟姊妹的祈祷，拢会当透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感纳。你若像感纳以利亚所献的祭，对天顶降落火来感纳因所摆列的祭司，知影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主，感谢你，感谢你，听我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坐。奉献，请即事来受奉献。这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是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的倚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也是阮的愿望。你用恩典做免流，加持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活甲工作。求主来圣化阮的所献，加做圣工的路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祝福车恳391首。当恁通平安去，伫2025年
互恁拢会当靠着主恢复迄个起头的痛，互天顶的火降落伫你内面，互你的热情搁一遍来恢复起来。阿妹，欢喜来服侍主，听主，荣耀主，搁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来蒙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妹。